综合报道。中国快艇并船造成2个人死亡，嘛，互两岸局势真紧张。伫这个敏感的时机点，中国国民党的副主席谢立言今仔要带团去中国访问，伊是强调讲无主动安排甲中国官员见面，也毋过若是对方有安排，就便看。此嘛传出讲，昨海巡署甲死者家属谈判破局，中国海警随着宣布讲要加强执法，会伫金门、厦门的水域出动军舰。嘛，公布讲咱国海巡舰做伙出现的画面，想要对咱国施压。中国船并船2起案件，双方谈判依然无共识。中国海警加强海上执法，相关金厦水域紧张的局势。这时阵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日率团去中国访问厦门、广州等。夏立言强调，农历过年进前就计划好，要关心大商大包，并无安排见中国官员。不过，中国若受安排，会客随主便，各向死者家属表达哀悼。如果见到面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不可避免的，我相信会提到这个问题。那我们也会对于这一次2位这个溺水的大陆渔民啊，表示向他们的家属表示这个哀悼的意思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会希望啊，这个两岸呢要能够把这个敌意啊，这个螺旋不要让它不断的上升。如果两岸关系没有对话的话，像这次金门、金厦这个事端，像这样的事件，未来我判断会层出不穷。金门渔民无形建立希望啊，港口充满紧张的气氛。海巡署甲中国2国第7摆谈判，传出死者家属代表要求遗体爱甲渔船斗阵送回中国，不过海巡署无法度接受，双方谈判破裂。中国海警马上宣布加强执法，派出阻力舰、空5 3H 导弹护卫舰改装的现副22控制动头舰进驻金厦水域，除了播出甲台湾海巡艇斗阵的画面，要中国海警注意咱的相片。金门渔会特别呼吁渔民出海都要注意安全。协同当地的移民代表在关心这件事情，也请他们向各位出海的朋友。那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自己要注意自己出海要安全。对你有影响吧？无影响。不只有海警船，福建省也调派2只渔政执法船，讲是用护渔做理由，要加强伫金厦水域执法，威胁是压力意味真高。针对死者家属关心遗体甲船只，金门地检署回应家属要完全无意见了后才发回，那家属意见。通常是要解破了后才发回。若船只是证物，随时有调查甲监视需求，也个别发登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